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。加措活佛著，馬德鐘聲演。第56篇，莫讓錯過變成過錯。當遇到合適嘅人，彼此可以融洽咁樣生活。不管生活簡單亦好，複雜亦好，只要輕鬆快樂，就唔好猶豫，趕緊去捉住佢，並且珍惜。因為喺你猶豫之間，佢可能已經成為咗別人嘅幸福，最終令到自己追悔。唔好貪圖物質嘅享受，亦都唔好貪圖精神嘅高尚。世間係冇十全十美嘅人，亦都冇十全十美嘅生活。貧賤富貴，舒心就好。喺對嘅時間遇到錯嘅人，注定係一場傷心。喺錯嘅時間遇到錯嘅人，最多只係一場荒唐嘅啫。所以，若果喺對嘅時間遇到合適嘅人，一定要萬般珍惜。只要意氣相投，彼此投契，只要快樂和睦，唔好理生活簡單定係複雜，清貧定係富足，都應該知足嘅。千萬個因果，先至有一次相遇嘅機會。唔好在意物質上面嘅貧乏或者豐足，亦都唔好貪圖外在嘅陰容。日月都常有圓缺，人又點會有完美呢？如果我哋總係放大他人嘅過錯，終究有一日會將過錯變成錯過。唔好將彼此嘅傷害當作係某一種嘅壯舉。到咗嗰個時候，除咗追悔莫及，可能你咩都做唔到噶啦。美好嘅風景，如果冇人同自己分享，一樣係會冇生趣嘅。過錯可以糾正，但係錯過就只有遺憾。彼此相愛係世間最大嘅姻緣，佢係幾咁簡單，又係幾咁艱難。不過過於天真，總係幻想前方仲有更好嘅愛情等待，即使係有，亦都不一定係屬於你嘅。或者嗰個只係擦身而過嘅緣分，唔值得彼此執着。第57篇，心冷了，一切都會遙遠。有啲人你可能認識咗一輩子，但係就忽視咗一輩子。有啲人你可能只係見過一面，但係就影響咗你一生。有啲人默默守護喺你身邊，為你付出，但係就俾你冷落。有啲人無心一個表情，卻成為你永恆嘅牽掛。我哋成日都努力咁樣追求未得到嘅嘢，而遺忘咗已經擁有嘅。唔好向前方尋找幸福，佢其實或者就已經喺你手中，你只要好好握緊就好啦。喺好多人心目中，愛情同幸福係非常遙遠嘅事物，遠到好似天上面嘅月亮咁，只能夠遠遠咁樣睇佢，卻係無法觸及嘅。喺呢度，我想同你哋講，愛情不遙，幸福亦都不遠。遠嘅係對於幸福嘅冷落同埋忽略。喺生活入邊，有啲人會陪伴我哋一輩子，一直終老，但係常常被忽視。有啲人同我哋萍水相逢，卻可以影響我哋一生。甚至一個無心嘅問候，亦都會成為我哋長久嘅牽掛。呢啲係因為我哋總係習慣於將眼光投放喺遙遠之處，而沒有珍惜近在咫尺嘅珍寶。前方或者有更加美好嘅嘢存在，但係佢可能係毒藥。人生就好似難馴服嘅野馬咁，總係帶住一啲狂亂嘅氣息向前狂奔，茫然不知咁睇住遠方
模糊嘅風景。因為得不到，所以就更寶貴。呢啲係人性中嘅弱點，所以我哋總係努力爭取過一啲仲未得到嘅嘢，殊不知伴隨你走過漫漫人生長路嘅幸福，你係已經擁有嘅，只不過係被你忽視同埋遺忘咗。唔好總係犯咗騎住快馬去追逐快馬嘅錯誤啊！第58篇，難得平常心。不管我哋喺塵世中處於咩嘅位置，有錢或者冇錢，有名或者冇名，生活對於每個人嚟講都係一樣，都係離不開柴米油鹽醬醋茶，都係喺同一片天空下呼吸住同一樣嘅空氣。人生無常，有時起，有時落，不論處於咩嘅狀態，都要用平常嘅心去包容生活，用感恩嘅心去擁抱幸福。當我哋心入邊諗住幸福啦，幸福就唔會離得太遠。喺財富、權力、名譽、獨佔嘅愛情當中去探求幸福，不但唔會得到，反而係會失去。喺凡塵俗世入邊，人們以佔有物質嘅多寡去分別出富有嘅人同窮嘅人，以地位同權勢嘅高低去分別出高貴同埋低賤。但係真正嘅貧窮同富有係在於內心豐盈與否，而唔係在於金錢地位擁有嘅程度。喺佛嘅面前，着住黃金打造盛裝嘅人同赤身裸體嘅人都係平等嘅。不管你係富可敵國，或者係身無分文，名動天下，或者係寂寂無名，對於生活本身而言，都係一樣，都冇咩分別。無論一個人係有幾多金錢，幾多物質，終究係離唔開基本嘅生活所需嘅。哪怕佢佔有咗廣闊嘅陸地同埋海洋，喺去到淨土嘅路上，佢都只能夠佔據身體咁大嘅地方嘅啫。不管喺世俗中擁有幾多個財富，處於幾高嘅位置，都同樣喺陽光照耀之下，呼吸住一模一樣嘅空氣。人生無常，世事多變，擁有身外之物，最終都係會失去。高高在上嘅地位，亦都唔係永恆，起起伏伏就係人生基本嘅狀態。睇開啲，看淡一啲，不管生活入邊我哋係咩嘅樣子，我哋都用平常嘅心態去接受，唔好再被世俗中嘅財富地位所負累，以平常心待物，先至係人生最富有嘅時刻。第59篇，超然物外，心無掛礙。我哋係負荷前行緊，總係覺得人生苦短，春天難留，背着好重嘅行囊，我哋一路都喺度喘息，何曾係在意緊身邊嘅風景？其實嗰啲咁大嘅行囊入邊，有好多嘢係可以摒棄嘅，就好似世俗嘅偏見啦、物欲嘅躁動啦、追逐嘅勞累啦、取死嘅煩擾咁。超然物外嘅境界，只要身上無疾病，心中無塵埃，我哋就會發現生活原本係幾咁美好同輕鬆。人們總係習慣於帶住一啲不但目標絕對唔會罷休嘅執着去追逐夢想，總係將永遠無法填滿嘅欲墜橫降喺現實同埋夢想之間。
身上背住沉重嘅包袱，又點可能飛躍呢？疲憊嘅身軀，又點可能生出自在嘅心？即使筋疲力盡嘅狀態之下，去到達目的地，你亦都會丟失咗好多值得珍惜嘅嘢，值得品味嘅嘢。其實你背負嘅行囊本來係冇必要咁沉重嘅，其中入邊嘅嘢有好多完全係可以摒棄。浮躁讓心無法靈動，世俗嘅偏見讓人失去平和同埋從容，取捨間嘅猶豫，得失時嘅忐忑，都係可以放下。人生嘅幸福同煩惱係等量嘅，老天給予每一個人同樣多嘅幸福，就睇我哋感受到幾多嘅啫。拋下嗰啲阻礙我哋前進嘅嘢，輕裝上路，先至能夠達到超然物外嘅心境。行走嘅人生道路上，其實冇必要攜帶太多，只要身體健朗、精神充盈就已經足夠，其他都唔係必須。人生能走多遠，完全係睇你嘅包袱嘅大細。第60篇，人生需要目的地。慾望太多會增添煩惱，但係並非只有無慾無求先至能夠幸福嘅。有一個明確能夠帶嚟快樂同意義嘅目標，然後努力咁去追求，只有咁樣先至會俾我哋帶嚟真正持續嘅幸福感。因為幸福唔係拼命要爬到山頂，亦都唔係喺山下邊漫無目的咁樣遊蕩。幸福係向山頂攀登嘅途中種種嘅經歷同埋感受。佛話眾生皆苦，係因為人們有太多與自身不相符嘅慾望，而慾望正係一切煩惱嘅根源。無欲無求固之然係大自在嘅境界啦，但係好難達到嘅。追求幸福嘅過程，為咗唔好迷路，就非常需要一個指引前進、確保方向始終如一嘅燈塔，就係目標。喺唔可以預知嘅前進道路上，目標就如同燈塔一樣，喺遠處顯示住你嘅航向。離目標越近，心裏邊就會越踏實。生命可以安於途中，但係唔係話就唔需要一個目標嘅。毫無目標嘅人生，同一隻冇頭嘅烏蠅係冇分別。目標確立啦，讓你嘅慾望不至於肆意放縱，係一個非常智慧嘅選擇。喺拉近同目標嘅距離嘅過程入邊，最重要嘅係要把握好速度同埋尺度，控制好節奏，越過一個又一個嘅障礙，可以極大咁樣鍛煉自我嘅身心，收穫更多滿足同埋喜樂。無論我哋嘅目標遠定係近，有冇最終嘅達到，只要走得堅定、執着、安然，就已經係勝利者啦。